雖然今日樓市仍然供過於求，市場去向仍然受制於發展商開價策略，但冇辣椒束縛、低息高租值支持嘅2025年，整體樓市氣氛比起2024年係理想得多。當我哋展望2026年嘅樓市之前，都值得我哋先整理一下2025年嘅樓市表現。講2025年比2024年理想，其中一點係從新盤嘅購買力反映出嚟。截至2025年12月19號為止，一手市場一共錄得20,234宗註冊成交，數字上唔單止比2024年全年大增1成9，亦都比過去5年平均宗數比較起嚟係大增4成3，套現金額2205億幾，相當於每宗買賣1089萬。比2025年發展商劈價2-3成方式去散貨。2025年嘅策略比較溫和，發展商比較傾向以貼市價嘅方式去賣樓，而唔係越批越狠。加上市場開始感受到減息週期之下，資金存放喺銀行無利可圖，高財通帶動高租值推動之下，令買家覺得樓市見底而重投市場。期內樓花同埋現樓貨尾嘅去庫存速度加快，按年回落7000個單位。市場重心逐步側重一手市場，另一二手成交嘅比例由過去5年嘅200比，演變到今日嘅2025年全年嘅37比。截至2025年12月19號為止，期內二手市場一共錄得44,864宗嘅註冊登記，同2024年相比就升咗大概1成，如果同過去5年嘅平均宗數差唔多。註冊金額2975億，相當於每宗買賣663萬。相比起2024年，今年表現理想嘅仲有樓價。截至2025年12月尾為止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報145.01，比起年初138.64，等於全年埋單升咗大概半成，亦都最起碼結束咗3年跌勢。如果同2021年8月歷史高位191.34去比，樓價差距由高峰期2成8收窄去到而家嘅2成4。2026年去庫存仍然係大家要關注嘅議題。畢竟雖然樓花同埋現樓貨尾去貨速度加快，但係批出未動工嘅遠期供應仍然係排山倒海，令市場仍然滾存102000個單位。如果以過去5年一手吸納量14100個單位嚟推算，着實都需要7年嘅時間先可以完全消化。呢一點都無可否認，而發展商仍然面對減磅壓力，售價或者會比較貼市，呢點都間接壓抑咗二手市場嘅回升動力。所以去庫存嘅速度同埋幅度都對樓市有直接影響。固然隨住政府喺過去幾個年度都刻意減慢推地，發展商吸納土儲都會減慢，有助穩定新增供應嘅數量。但呢個亦都可能要喺2-3年之後先反映到出嚟。以市場過去5年嘅吸納量嚟計算，3至4年嘅庫存量大約係介乎42,300個到56,400個單位，都屬於供求平衡嘅水平。意味喺呢個水平仲需要減磅5至6成先至可以。同一時間，雖然樓價比起高峰期差距收窄，但呢點都唔代表全部高位入市嘅買家都已經擺脫咗負資產陰霾。截至2025年第三季，負資產宗數雖然比起2025年首季回落2成2，但仍然累計有31,499宗。即使銀行容許佢哋繼續供樓，但因為賣樓要補差價嘅關係，就令到一批換樓客購買力暫時被壓抑，必須要等到樓價有更多嘅升幅，先至可以釋放呢批購買力。租值高企、低息因素都屬於利好樓市嘅因素。雖然呢一刻我哋唔知道美息後續嘅表現係點，因為啲好視乎新任聯儲局主席息口嘅取態。而就算美國減息，市場都質疑香港係咪仲有空間去跟減，我哋都只能夠繼續觀望。不過只要息口維持喺低水平，都會推動到投資者繼續去尋找更高回報嘅工具。但舊有買家購買力被封鎖之下，就只能夠寄望一批剩餘購買力去推動，量數有幾多就成為推動大市嘅關鍵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咁多啦。如果中意睇呢個樓市短評、一二手簡單攻略同埋樓市深度調查報導，就記住訂閱我哋胡說樓市 YouTube 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最重要係 CLS 係出片大家就唔會錯過啦。今日先傾到呢度，下嚟片再見，拜拜。Yahoo!